什么时候来我小院？我根本不接待。为了一探究竟，我跟着他来到养狗的地方。我前走，等大白菜，我前走。一进门，一大批狗围着我，我一动不敢动。我看到这里有断腿的、没耳朵、失去眼睛的，难以想象他们曾经到底经历了什么？为什么他们依旧热情善良？我不理解大姐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儿。因为喜欢了，救回了他了之后，舍不下，夹着尾巴活着，还让人撒呀虐呀。这个腿上是为啥？金毛，一只咬人的金毛，谁也不要。他清楚记得每只被救助毛孩子的时间，并起了新的名字。大姐说，这17年有好多好心人的帮助，她才可以拯救这么多毛孩子。我们这些狗都是吃百家饭长大。直到这时，我才明白大姐刚才为什么说不想让我进门的话，因为我什么都没有带，而他们对我的热情让我有些羞愧。你喜欢我是吗？我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，你敢说张三李四是你忠实的朋友？总有人骂我是骗子，但是扔猫扔狗的人经常有，我就经常有。这个院子是他们的家，因为有这样一个人把他们当作宝贝。